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1，约翰一书2章50安尼讲：今若守伊的道理的，就上帝的听，伫伊真正有交传。对安尼，咱知咱踮伫伊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坚定持守你的道理，真实听你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专心敬拜你，因为你是永活的真神。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作为奇妙伟大，你的恩典何等丰盛！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伫创世以前就经宣愿，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阮真做你恩典的儿女。主啊，愿学到你的信息甲慈爱，你的手永无离开阮，你的怜悯日日拢是新的。主啊，求你伫阮的内面做工，互阮用真实的性命来听你。主啊，愿意顺服你，遵行你的旨意，用行动来回应你的听，因为阮若守你的道，就要踮伫你的内面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